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，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从新的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到18节。现在我们先来读经文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，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兼顾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恶者。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，后来也必遵行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第10节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愿赐平安的主，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。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。第18节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扎根于生活的信仰。参考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到18节。愿主引导你们，使你们对上帝的爱有更深的体验，并且有基督所赐的耐心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。保罗写信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时，
并没有以交易争辩为优先，而是恳切地请求代祷，因他深知宣教的路不能孤军作战，属灵的果效也需要来自群体的支持与祷告的力量。保罗勉励信徒，主是信实的，他会使他们坚强，使他们在面对恶者威胁时仍能心存盼望，不受侵害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信仰不是孤单前行，而是在主里彼此守望，彼此代祷中一同被建立，成为刚强。有些信徒误解了主耶稣再来的时机，选择停止工作，甚至干扰他人，导致教会秩序混乱不安。保罗曾吩咐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3章10节 B 和合本，他再次明确指出，工作是信仰实践的一部分，信徒不该以属灵为借口逃避责任，而是要在生活中成为光与盐。保罗以自己和同工为榜样，他们一方面服侍教会，另一方面也亲手劳作，表明信仰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。面对那些游手好闲、好管闲事的失序者，保罗也教导信徒要以爱心劝诫，让公义与怜悯同时存于属灵的管教中。真正的信仰不是远离尘嚣、置身事外，而是在世界中活出虔诚、勤劳与彼此相爱的见证。教会的生活不仅包含敬拜与教导，也需要彼此劝勉与提醒，好让个人主义与属灵的懒惰不自在群体中蔓延。属灵成长从来不是独立完成的，而是在彼此陪伴、互相提醒的关系中被塑造。我们要省思自己的言行，是在兼顾他人信心，还是在无意间成为绊脚石？成熟的信徒不只是懂得许多圣经知识，更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属灵的责任与见证，使自己的生命能成为祝福别人、造就群体的器皿。当每位信徒都愿意让真理成行在生活中，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彼此建造、充满爱与见证的群体。台湾正处于动荡与分裂的氛围，社会充斥假资讯和极端言论。在这种处境中，基督徒更要以真实、稳定、忠心活出主的信使，成为周遭人的榜样。教会应彼此勉励，持守正道，实践行善不可丧志。第3章13节 B 和合本的教导，即使面对误解、孤单或挑战，也不应以信仰为借口逃避工作与社会责任。信仰不只是心里相信，更应在日常生活中实践，透过言行见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愿我们在这充满不安、不确定的时代，靠主站立得稳，勤劳不倦，成为教会与社会的祝福与安慰。即使环境混乱，即使道路迷茫，我们依然坚定以生活中的光照亮世界，使每一个出于爱的行动都彰显基督徒的荣耀。以上，默想，我的言行是造就人还是绊倒人？我如何影响他人的信仰？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与现在的工作压力，或许真正的问题是时间的分配。在主里面，或许我们要用的是每一刻空闲下来的时刻。如果在每一秒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当有时刻休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能够保守，并回想每日的经文教导，或者是只是单着回想你内心里最记忆深刻的经文，或许在面对所有的工作的困难上面，都能够有好的提醒。以我自身为例，目前正在经历需要领导他人的，或者是做他人榜样的工作位置，所以我更需要上帝赐下来的智慧来帮助我在
其他的同事面前能够立好的榜样，与能够做到言行一致的工作见证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明白基督徒不是比别人强，而是我们拥有更坚定的信仰，或者是我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来面对不管是工作上的困难，或者是与客户沟通上面所需要的智慧。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经节里面，或是在今日每日的灵修里面，透过这样子的提醒，或者是与大家的分享提醒，能够让大家知道上帝真正让我在心里停留的那一句经文，就是让我在每天工作上面最好的帮助。愿上帝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位。接下来我们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求你塑造我的生命，使我活出你的真理与爱。当我软弱或自私时，提醒我以谦卑、温柔与智慧行事，不使他人跌倒。愿我的言行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战士上